地祝福听他的话、行他话的人。我们献诗，我们今天新圣歌队首先的诗歌是“那落卡无溪水，如鹿渴慕溪水”。献诗完之后，我们牧师今天讲到的大纲是“为神国谋大事，为新国谋大事”。代表佛家作为来俄罗斯，我们一起用掌声感谢主，神的恩典跟每一位弟兄姐妹同在。各位台积妹，大家平安。真的心中很激动，是因为我们在今年的会员合会我们两堂合在一起。记得在春节的时候。